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7月15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2篇，阿摩司书第5章第18节到27节，以弗所书第3章的14节到2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日子。咱透过俄罗斯甲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咱得到一个资料，就是讲乌克兰一个军事力量非常弱的国家，竟然会通真正准确来攻击俄罗斯的坦克、军队、军事的目标，甚至会当来杀死因一寡高阶的将官，这拢是因为因有 Tesla 所提供的卫星网络，以及西方国家提供的无人机，伫这个中间提供了真正确的资讯。一般传统的民间宗教对伫未来的日子总是抱着怀疑、惊吓，所以拢足想要透过这个算命的方式来探知未来的日子，所以因就透过算命先真正会通来想要改变因的日子，或者是讲命运，敢有可能呢？但好啦，亲像牧师进前也捌常常提到的，也一寡将来毋知影西方伫倒位的，也遐个毋捌去过西方的道士，因要安怎来带领死亡的灵魂来归西呢？这叫做行毋知路，敢毋是？基督徒信仰怎样来看日子？伫阿摩司先知伫经文内底安尼告诫以色列人，因讲看到耶和华日子来的人有知会你仰望耶和华要来的日子的人有知会因为恁想要仰望耶和华的日子吗？迄个日黑暗无有光明。境况好若亲像人秘伫狮佮拄着熊亦或是讲进入伫即个厝内底，用手靠墙，就去互蛇咬着。耶和华日子毋是黑暗无有光明吗？毋是伫黑暗无拢总无光明吗？我厌恶恁的节期，我嘛无介意恁的严肃会。恁虽然对我来献恁的烧祭甲素祭，但是我却无要接纳，也无要顾念恁用肥的精神所献的平安祭，要互恁唱歌的声音来离开我，因为我无要听恁弹琴的声。上帝无仰望人，只有旨意伫迄个日子，却违背上帝的旨意。上帝嘛无介意人去探知未来的日子。讲到迄个日子，耶稣基督爱讲，关系迄个日、迄个时，无人知，天顶的天使嘛毋知，囝嘛毋知，只有爸知尔定。因为人子的来临，嘛会亲像拿阿的时的情景。迄个意思就是，迄个日子要来，是真正真及时，真正真忽然，真正无法度去料想的。真清楚，耶稣嘛无爱人去猜想迄个日子，
因为日子的主权是在伫上帝，毋是在伫任何法师或者是道士，因会通去探知的。其实嘛无需要去探知。摩西伫伊的俄勒的死中间安尼祈祷讲：求你教阮会晓得算家己的日，互阮的心有智慧。这是伫诗篇90篇12节。因为日子是上帝所赏赐，因此咱也需要上帝教导咱去算数咱的日子。圣经嘛安尼甲咱讲，你的日子怎样，你的力量嘛就怎样。这伫申命记33章第35节。拄则读的是和合本的圣经。是啊，你的日子就表示我甲上帝的关系是怎样。那安尼，咱的力量就会怎样？因为咱有上帝。因为上帝听咱，伊嘛赏赐耶稣基督，透过基督来听世间人。上帝的日子一到，就赏赐耶稣基督，成做世间人的救赎。耶稣基督伫伊传福音的过程的中间，有侪摆提到时还未到，伊的日子还未到。若阵日子到，就是伊为着世间人的罪受苦、受定的时阵。日子若到，伊就告我显现互世间人看到。时间若到，伊就会上天。日子若满，伊就会生遣圣神保惠师，成做咱世间人的保护者。咱看见保罗互以弗所教会的批信的中间安尼讲着，因为安尼，我伫天父面前跪了，天顶地下所有的家族，拢是对伊有的。我恳求上帝，正着伊荣耀的丰富，正着圣神所赏赐恁的力量，互恁内在的性命强壮起来。我阁祈祷基督，正着恁的信心带伫恁的心内，互恁伫伊的听的中间有根基。通好，互恁会通甲所有上帝的子民同齐体会基督的听是偌尼啊长阔关心。咱的日子拢是上帝所定的日子，咱必须爱伫迄个中间来得到丰盛的恩典以及救恩。因为正着耶稣基督，上帝所赏赐的救恩，也透过圣神的同在，显示上帝的能力运行伫咱的中间。保罗佮讲，愿恁会通理解基督，迄个超越知识所会通领受的听。通好，互恁会通完全互上帝的完美来充满。上帝用会当运行伫咱中间的大气力来成就一切，超过咱所求所想的真远。愿意伫教会中间，并伫耶稣基督内底得到呵乐，世世代代。直到永远，阿们。也真正望咱伫上帝的日子的中间得到救赎，得到力量。迄个日子毋是咱爱去烦恼的，
因为既然是上帝的日子，上帝必然会为着咱来做真好的准备。诗篇52篇，有权力的人啊，是安怎你规日为着做歹代在夸口？上帝慈爱永远遵守，你制造是非都无毁坏。你的指真内亲像铁头刀，你爱歹赢过好，爱白贼赢过讲义理。欺骗的人啊，你爱讲一切吞正人的话。上帝会掠你，对布片甲你拖出来，对活人的地甲你背出来。伊会永远甲你毁灭。伊的人看到会惊畏，踢笑你，讲：你看咧，这就是无倚靠上帝，只有倚靠家己财富的人。伊倚靠反倒转抵到家己毁灭。毋过我，亲像上帝殿内生喙的橄榄树，要永永远远倚靠上帝的慈爱。因为你安尼对待我，我要永远感谢你。我要伫你圣的子民面前仰望你的名，因为你的名真好。多谢上帝赏赐阮每一天的生活，也赏赐阮有对基督来的疼甲救恩，互阮会通知影要怎样来算数阮的日子，算数上帝的恩典。感谢上帝，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